各位修女、老师、同学早上好，我是6甲班的王新瑞，我是6甲班的叶丁宁，欢迎收看校园电视台，请同学起立，准备祈祷。5月是圣母月，让我们一同祈求圣母玛利亚时刻为我们的需要向天主转导。请同学打开祈祷手册第2页，圣母经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门。玛利亚，我们的助佑，请为我们祈祷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请各位同学坐下，今天会播放一段影片，請同學細心欣賞。大家好，我係5B 班馬耀善。大家好，我係5B 班嘅黃心柔。心柔，我覺得自己好似中咗毒啊！中毒？你食咗啲咩啊？邊度唔舒服啊？其實係咁嘅，琴晚我媽咪煲咗一碗黑媽媽嘅水俾我，係都要我飲。點知等我就嚟飲完嗰陣，發現入面有一啲好似樹皮嘅嘢，都唔知係咩嚟嘅。等陣先，媽媽又點會落毒害你呢？我諗你講嗰啲嘢都應該係中醫藥材嚟嘅。中藥材？樹皮都可以變做藥嘅咩？呢個就係中醫藥文化嘅奧秘啦。我最近喺學校圖書館借咗一本書，叫中醫藥文化教育圖書集醫藥文化。呢個系列嘅圖書總共有5本。醫藥文化聽落好似好深奧咁喎，我睇唔睇得明㗎？唔使驚，呢本書專為我哋而設計嘅，裏邊有好多有趣嘅插圖同埋小故事，用一啲簡單明白嘅文字去解釋俾我哋聽關於中醫藥文化。聽落有幾得意喎，我而家就想去圖書館借嚟睇。咁呢個系列嘅圖書係咩分類㗎？呢本書係屬於400嘅應用科學類。如果你都想知道關於中醫藥文化嘅話，就記得帶學生證去學校圖書館揾下啦。咁我哋今次就嚟到呢度先，下次再推薦多啲唔同種類嘅圖書俾大家。拜拜！謝謝各位觀賞，主佑大家。